大家好，我係聰 Sir，歡迎收聽得閒飲啡呢個節目，會同大家超住咁講咖啡經。喺開始之前，記得訂閱俾 like，同埋最緊要嘅係沖定杯咖啡。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第一集嘅得閒飲啡，我係聰 Sir。如果大家係聽開啡 talk 嘅朋友呢，你會覺得啡 talk 咧係一個比較上知識類型嘅咖啡節目啦，咖啡 podcast 啦。咁我當時同阿哥頓啦，從你哋點樣去入一間咖啡店度嗌一杯咖啡，即係揀一杯自己即係適合你飲嘅咖啡啦。到你點樣去選購咖啡豆要注意啲乜嘢好似咩產地烘焙日期要點樣有啲咩風味可以俾你去選擇再去到咧，你喺屋企點樣沖咖啡咧？有啲咩細節有啲咩工具要選購我哋就真係一個手把手教你沖咖啡個節目嚟嘅。而呢一次嘅得閒飲啡咧，點解叫呢個名咧？就係其實我係想咧，用一杯咖啡去 connect 下身邊唔同嘅人。除咗一啲咖啡，即係除咗係做緊咖啡呢一行嘅人之外咧，我都係希望可以邀請到一啲唔同業界係啦，唔同即係唔一定關咖啡事嘅一啲人咧，上嚟做一個少少嘅類似清談嘅節目啦。咁可能入邊咧都會有啲好 juicy 一啲八卦嘅嘢咁樣，咁大家就拭目以待。而一開頭咧，我都會分享呢一兩年直情開返關，咁我喺呢一行點樣掙扎點樣成長都會分享下我去咗唔同嘅地方去考一啲咖啡試去工作都當然都係關於咖啡啦嘅一啲嘅見聞一啲嘅經歷啦。咁其實我都呢啲經歷咧，我都有出過 Instagram， 出過即係出 post 去講過，用圖片用文字去講嘅。但其實我覺得用圖片同文字係一個比較上簡短嘅方式咧，去記錄低呢啲事情。我反而中意咧，或者反而希望咧可以咧用一個podcast 嘅形式咧，即係一個語言嘅形式説話形式咧，去記錄低我所經歷過嘅事情。我覺得係會詳細更多，因為你係聽得出我嘅語氣、我嘅描述，咁而你去再感受當時嘅情況係點樣。所以咧，就趁我嘅記憶仲喺度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及早錄低晒我哋嘅喺呢一行嘅經歷。咁之後呢個就一開頭嘅一啲嘅鋪排啦，可能頭一兩集或者可能我哋叫做頭一 round 會做嘅嘢。之後咧，我就會開始做翻啱啱所提及，就係邀請啲唔同嘅人去做一個訪談嘅節目。一開頭咧，我都會邀請翻真係做緊咖啡人先嘅。我希望第一個嘉賓咧就係哥頓，因為即係當時啡 talk 咧我拍佢噶嘛。咁佢而家就比較忙啲啦。佢而家嘅鋪頭咧，由當時我錄緊啡 talk 嘅時候，佢係喺銅鑼灣，而家已經搬咗小西灣啦，都做得好唔錯。就邀請佢過嚟做我哋第一個嘉賓，係真係一定要噶啦。咁我都會係希望邀請一啲真係喺呢行耐少少嘅朋友仔啦，或者係一啲嘅咖啡店嘅老闆，即係哥頓都係嘅。咁就去分享一下佢哋喺咖啡店，即係咖啡店創業嘅呢個經歷，呢個歷程。因為其實你創業一定有好多困難有好多問題要解決嘅。咁大家可以聽下佢哋嘅點樣解決問題啦，點樣解決呢啲困難啦。再去 review 下，其實喺香港開咖啡店咧，係咪真係2年前咁 fancy？即係講到咁熱血去圓夢嘅一件事咧。其實你即係面對現實嘅時候，真係有好多真係可能係用錢都解決唔到嘅嘢，你係要去克服嘅。咁至於除咗呢個咖啡業界之外啦，我都希望邀請咗，即係
可能邀請啲相對上相關少少嘅行業先，譬如係做酒嘅、做茶葉嘅，即係做茶飲嘅一啲嘅業界嘅朋友，因為佢哋同咖啡咧都係有少少嘅 connection 嘅。即係而家好興啦嚇，一啲叫做特別飲品、特色飲品啊，叫做就不外乎都係酒溝咖啡，或者係一啲叫做咩啊？cold brew 嘅 coffee 做個 base 啦，然之後再加啲水果糖漿啊，即係我所謂嘅一啲叫做啲妹妹仔飲嘅咖啡，就好似有啲嘅 cocktail 都係用嚟妹妹仔去飲嘅，即係其實係唔苦嘅咖啡咁樣樣，但係個睇落係有咖啡嘅元素，咁就同埋個賣相係相對上係靚少少嘅，都係一啲叫做咖啡調酒類啦，咁叫做。咁然之後啦，我都會希望咧，可以邀請到咧，就係一啲關於法律上面嘅專業人士啊。點解咧？就因為如果大家真係想對咖啡有興趣，想創業嘅，即係最簡單一個例子啦。你去開咖啡店，咁咧同幾個 partner 一齊去拍嘅。咁如果你係出錢，咁你個 partner 出力，咁其實個股權點樣分配咧？係咪真係兩個人就50-50咁樣分咧？其實唔係嘅，我自己睇資料係要即係有少少嘅比例上係少少唔同嘅。咁有時如果係當你嘅 parties 再多啲啦，可能你3到4個人到5個人去開間店，有2個人出錢，3個人出力，而出力個3個入邊咧，有一個係負責管理，2個負責技術嘅，咁又點樣分配咧個股權？咁希望我都可以透過邀請到啲嘅相關人士咧，同大家做個分享。所以就響應翻呢個得閒飲啡個主題咯。以前啲人就話得閒飲茶吹下水啦，咁我就唔飲茶，我飲咖啡。咁就希望可以用一杯咖啡嘅時間去 connect 身邊嘅朋友仔。都可以分享埋多少少除咗咖啡知識之外嘅東西，即係希望係創業啦，係法律上嘅嘢啦，同埋一個好緊要嘅嘢就係而家香港真係除咗呢個咩啊？呢個物質生活嘅叫做咩啊？生活成本高之外啦，我哋香港人嘅精神壓力都好高。咁通常自己都對於呢方面咧都有少少心得啊。點解啊？因為我都有呢個精神困擾咯所以即係分享多少少關於我哋其實因為我自己係創業啦，咁係相對容易有呢個嘅即係壓力啊！即係你要交租，你係要養人咁樣，你係要出糧俾自己咁樣，你係要係咯。咁所以就比起一般嘅打工仔咧，係相對上大少少啦嚇。即係我唔係話你哋冇壓力，即係大家都有壓力嘅。咁點樣去面對啲壓力咧？我都即係有少少心得同大家分享下。即係當然我唔係專家啦，即係只不過係當你面對住一啲而家好興啊嘛，而家啲潮語啊 emo 嘅時候啊，我點樣可以即係唔係感情上喎，係你對自己嘅自我肯定啊，你對自己嘅 career path 啊，有啲即係好困擾、好 confused 嘅時候，對自己前途好無助嘅時候，你點樣去即係諗通啲咧、睇開啲咧，同埋正面啲咁樣樣。咁得閒飲啡呢個節目咧，咁就哇真係好多感知啊！我覺得我嘅説話老師咧會鬧死我。大家聽眾咧都幫我數下，通常自己講咁呢個字咧，多唔多？嗱，咁得閒飲啡呢個節目咧，就我希望咧，盡早啦嚇，就逢星期一更新嘅，即係一個月咧就會有4集咁多。就每集咧都唔會特別長嘅，都係10零分鐘啦。如果係一啲好專業嘅好多嘢講嘅朋友咧，我可能會錄到去20分鐘咁樣樣。我都會開個 page 啦，即係開個 Instagram 啦，就去同大家 update 啦咁樣樣。大家可以
我覺得大家應該容易啲嘅。如果喺 Instagram 度留低，想我開啲咩 topic，因為其實可能 podcast 啲人好少留言，我自己感覺啊，所以就係咯。咁呢一集咧就我覺得叫做交代一下呢個節目點解誕生啦。即係承接 Fair Talk 之後有個新嘅節目，而呢個節目咧同 Fair Talk 咧都有少少嘅分別嘅，除咗咖啡嘅 knowledge 之外。好啦，咁呢一集係咁多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我下一集咧就開始去講下我自己嘅個人喺呢1-2年嘅一啲嘅咖啡嘅歷程。OK，see you，下集見。